俾1分鐘我為你介紹世界通新疆旅遊專家為你設計嘅新行程，南疆北疆一次玩晒，仲要唔浪費時間喺車程上面㗎。你知唔知新疆咁大，由壓閘去到伊寧，如果坐車隨時要20幾個鐘，我哋直接安排內陸機2個半鐘就搞掂㗎啦。將慳翻嚟嘅時間玩多啲景點，先至係精明嘅玩法啊！南疆入邊有個帕米爾高原嘅盤龍古道，超過600個彎，行完之後直頭走晒人生所有嘅彎路，白沙湖同卡拉庫里湖雪山倒影靚到暈，仲有紅旗拉普國門，企喺中國最西面嘅邊境，對面就係巴基斯坦嚟噶啦。講到南疆，唔去阿扎古城就等於冇去過新疆。呢度係中國唯一伊斯蘭文化迷宮式街區，油畫街、布袋巷打卡影相，再坐低喺百年老茶館嘆杯茶先叫嚟過新疆啊！仲有武士塔塔嘅冰川公園，企喺冰川面前震撼到講唔到嘢。轉頭去埋北疆嘅賽里木湖、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、藍寶石咁靚噶，那拉提空中草原，春天雪山下遍地野花，一次過滿足晒2個願望。想去新疆玩，即刻嚟世界通揾新疆旅遊專家。